怎么样？夫人起草领兵上，自家眼睛教育方。虽算三只童子辈，浮躁不管十中堂。先生与非亲无故，何劳徐徐分端上。非礼发言是孤兄，多少人贞观不理地方。从今虽要负乱将。从今以后，你当分的分，不当分的，你虽不要负分，你要是负分啊，被老夫身份子你何立场？真是个书呆子。